神舟20號載人飛船懷疑被太空微小碎片撞擊，為確保航天員生命健康安全同任務圓滿成功，返回任務將會推遲進行。蘇聯喺1957年發射世界上第一枚人造衛星，發射火箭脫落嘅碎片成為第一批人造太空碎片。目前太空碎片主要源於失效衛星、火箭殘骸、爆炸碰撞碎片同人為試驗產生嘅碎片等。隨住人類航天活動越加頻繁，地球軌道上較大嘅太空碎片已經超過44,000件，而1厘米以上對航天器構成潛在威脅嘅太空碎片數量估計有超過100萬件。大部分太空碎片雖然體積細，但運行速度可以達到子彈嘅20倍，為太空軌道帶嚟唔少風險。航天器通常透過調整軌道，避開可能嘅碰撞路徑。而近年中國科研團隊喺加固太空站防護裝置嘅時候，引入先進技術同新物料。自舊年5月以嚟，中國航天員已經喺太空站外進行咗大約8次太空碎片防護裝置嘅安裝工作。